我哋今日咧就嚟到上環嘅文武廟啦，唔知道大家又知唔知道咧？呢度係其中一個香港嘅法定古蹟咧。不如我哋一齊帶大家入去睇下有啲咩魅力同有啲咩故事啦！出發！Let's go！香港文武廟位於上環荷里活道，係當今最著名，都係最古老嘅廟宇之一。喺1847年到1862年間建成，分別由文武廟、烈聖宮同埋宮所3棟建築建成。文武廟主要係供奉翻文昌以及武帝，烈聖宮就係主要供奉翻諸神烈聖，而宮所就係當時華人議事解決紛爭嘅地方。喺香港開埠初期，文武廟代替咗香港嘅司法制度，沿用咗斬雞頭燒黃紙嘅方式去裁決同埋宣判翻香港華人之間嘅糾紛，直至咗香港嘅司法制度完善，而於其後喺2010年成為咗香港嘅法定古蹟。文武廟喺香港開埠初期佔據咗好重要嘅歷史地位，去幫助還原翻華人社會同埋佢哋嘅生活文化途徑，同時都推動咗香港嘅文化，例如由秋祭大典去為香港人祈福，文昌武帝嘅歷史傳說故事，展現咗香港作為中華文化傳統嘅社會同埋現代社會交融嘅獨特性。而喺今次嘅介紹中，我哋會分別講述翻文武廟嘅歷史背景、故事、建築物特色同埋佢嘅利弊。香港喺1841年開埠，成為咗英國殖民地。華人開始移居到上環同埋太平山區，殖民政府亦都對華人事務採取咗間接嘅管治。華人便喺荷里活道建造咗文武廟，廟宇採取咗3進3間嘅格局，象徵咗移民將原本嘅原鄉文化同埋社會秩序帶到嚟香港，成為咗華人政府嘅華人社群嘅精神堡壘同埋自治空間。到1870年到1930年代，華商透過轉口貿易累積財富，社會影響力大增。喺1870年代，東華三院醫院成立，標誌咗華人政府精英階段嘅成熟。文武廟入邊精緻嘅雕飾同埋牌匾，亦都講明咗華人經濟實力同埋社會地位嘅展現。廟前嘅香爐亦都唔僅僅係宗教空間，亦都係華人議事同埋凝聚意識嘅搖籃，見證咗信仰組織到慈善機構，例如東華三院嘅發展。到咗1940至60年代，喺日戰時期，當時社會嘅經濟崩潰，民心困苦，文武廟成為咗民眾心靈嘅避風港。日戰結束之後，英國恢復管治，大量難民湧入，亦都成為咗當時建造業嘅開始萌芽階段。香港亦都從轉口港轉成咗輕工業嘅中心，成為咗亞洲4小龍之一。另外，政府開始興建簽字大廈，而文武廟嘅傳統祭祀活動亦都迅速恢復，成為咗華人社區嘅信仰中心。到咗1970至80年代，香港嘅經濟開始多元化，金融、地產同埋服務業嘅崛起，令香港成為咗國際金融中心。社會亦都推行咗10年建屋計劃同埋9年嘅免費教育。到咗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嘅簽署，令到香港翻到回歸過渡期。同年，文武廟亦都被列為咗法定古蹟，角色從純宗教場所變成咗文化遺產，開始吸引遊客，成為咗文化嘅象徵。到咗1997年，香港回歸，成立咗特別行政區。面對金融風暴同埋疫情等挑戰，香港喺一國兩制下探索新嘅身份。文武帝喺現代嘅都市中成功擴展至文化教育同埋旅遊嘅功能。東華三院亦都透過活動向年輕新一代推廣傳統文化，成為咗香港文化根源嘅守護者。文武廟呢一座建築就採用咗嶺南嘅風格，屋頂係一種叫做岩山頂嘅設計，同閩南廟宇嘅燕尾脊唔同。屋脊上刻有浮雕，例如長雲、花卉，而建築用料上呢，琉璃瓦就比較少，就以青磚黑瓦為主，符合廣東嘅傳統。檐縫下嘅彩繪就繪有傳統嘅吉祥圖案，例如代表福嘅蝙蝠同埋代表富貴嘅牡丹。而廟入邊為人注目嘅懸掛式塔香，我哋俗稱長壽香，係上環文武廟嘅標誌，香客祈求健康、事業同埋學業嘅順利。雖然咧廟入邊咧就比較緊湊啦，但係都大致上係遵從咗傳統左文右武嘅，而左邊咧就係文昌帝君啦，右邊咧就係關聖帝君嘅。而以前嘅人咧都會喺度舉行一啲斬雞頭、燒黃紙嘅儀式啊。咁到底係啲乜嘢呢？其實咧就係一個進行儀式同埋仲裁，以神明作為一個見證方式去確保一個承諾嘅履行嘅。咁其實咧就係有爭議嘅雙方喺文武兩帝面前呢，就喺黃紙之下寫下一個誓言啦。如果講大話呢，就會遭天譴；而斬雞頭呢嘅人就係攞住個菜刀將個公雞嘅頭斬落嚟，就寓意如果違反承諾或者講大話嘅人呢，個下場就好似公雞咁樣嘅。有陣時候以前嘅人亦都會揀埋飲血酒嘅，但呢一個
儀式就唔係好多人做。文武廟咧都作為咗文化傳承嘅活化石嘅，咁呢個建築嘅特色咧，由1847年以嚟咧，到而家咧都係完整咁保存咗嘅，咁充分咗體現咗咧以前華人建築嘅工藝嘅精髓啦，同即係例如嗰啲花崗岩啦，花崗岩咧其實都係留咗喺度咧成百幾年歷史㗎啦，都經過啲春風歲月啊，經過啲颱風啊，乜咧，都依然都企咗喺度咧，十分之強勁嘅。呢個咧就代表咗唔單止佢哋承載住成個文武廟嘅建築啦，亦都代表咗佢承載住唔同嘅歷史記憶嘅。同埋啦，上邊咧其實都有唔同嘅花井啦、花隻啦，啱啱都可能都講咗嘅。咁呢個咧就係有啲裝飾啊，同埋力學嘅功能嘅，咁係民間智慧嘅結晶嚟嘅。好，咁加上咧供奉啦同埋祭祀嘅儀式咧，都一直都俾世人咧傳承落嚟啦。咁我身後呢一個咧就係叫做烈聖宮啦。咁佢係屬於文武廟嘅一部分啦。咁佢入邊咧其實係拜祭唔同嘅神明啦，同埋去供奉佢哋嘅。好 ，follow me， 一齊行入去睇下。都附近。我哋可以嚟到呢個烈聖宮嘅內部啦，我哋都見到有唔同嘅人咧喺度供奉緊嘅唔同嘅神明啦。咁不過咧，其實喺文武廟入邊咧，有唔同嘅人咧都去供奉緊呢個文昌帝啦，或者文昌帝啦，同埋一個關武帝嘅。咁去祈求佢哋嘅文憑試啊，同埋或者我哋大學生咧嗰啲考試順利啦。咁工作緊嘅人咧，就可能係祈求佢哋升官發財啊咁樣嘅。所以啦，文武廟咧，由以前咧為科舉祈福咧，到而家去為咗文憑試啊 DSE 咧去祈福咧，咁其實可以見到嗰個信仰咧，其實一直都傳承落嚟咧，並冇一個斷層咧係出現咗嘅。呢啲嘅建築特色咧，可以喺個花崗岩嘅石柱啦，同埋屋頂嘅結構，即係個花脊，都可以體現咗以前華人自立自建啦、就地取材嘅精神。亦都俾現代人咧可以更加直接咁感受到傳統工藝嘅精髓啦，同埋文化。而家嘅學生咧，可能都未必知道文武廟係由邊3個部分建構而成，同埋佢各自嘅用途。即係好似宮所係為咗居民開會而建成啦，而烈聖宮係拜祭唔同嘅神明等等。因此，文武廟成為咗法定嘅古蹟咧，一嚟係可以去承傳咗文武廟供奉同埋拜祭嘅儀式。同埋可以去推廣文武廟嘅文化價值，俾唔同嘅地方嘅人呢去認識香港嘅歷史。不過而家文武廟咧都面臨咗唔同嘅問題啦，可能過多嘅遊客啦，我哋專揀咗一個冇乜遊客嘅時段咧入咗嚟啦，同埋文武廟咧本身咧都要需要定期嘅檢查啦，同埋維修嘅。咁咧本身文武廟嘅結構咧，其實根本咧就容納唔到咧好多旅客入到嚟嘅，因為都比較狹窄啦，同埋比較多煙啦。可能係上邊嗰啲有嗰啲煙塔咧，其實嗰啲煙咧出到嚟咧都好翳焗嘅喺入邊。所以咧供奉嘅位置咧都十分之狹窄啦，可能大家都可以見到嘅時候，咁進行拜祭嘅位置啦都係唔多嘅。所以咧多數嘅遊客咧可能過到嚟呢一度咧都唔係話去拜祭，而係去做一個打卡嘅。所以啦，加上啦咁多年嚟咧，內部嘅結構咧，可能都已經受到老化啦，都令到呢個保育咧都成為一個難題啦。可能更加高嘅成本啊，或者係有唔同嘅問題出現咗啦，結構上嘅問題出現咗啦。所以咧呢一種嘅打卡嘅熱潮咧，其實係同本身文武廟呢一種莊嚴啊同埋尊敬嘅氣氛咧，其實有啲衝突嘅。所以咧，啱啱都有講到咧，嗰啲花崗岩啊，同埋啲花脊呢啲嘅細節咧，其實係俾人哋淪為咗背景板嘅。To be honest, it was one of our plan for the tourist guide. One spot it was this temple, so we just followed the plan, and that's why we are here because it was one of the spots of the historic place. What was this temple? Okay, got it. And do you think that this temple can represent Hong Kong? And in your opinion, sir? Hong Kong is a different cultural place. Like it's a mix of like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Chinese. Yesterday we also visited Macau. So Macau is a different city, even more European than we thought before. Like because Hong Kong, not really we see that European aspects here maybe. The influence from Europe is rather, I think, in Hong Kong than in Macau, like tall buildings. And in Macau you have a colonial style of the buildings, a little bit lower. But
from the religion and from the other point of view, I think Hong Kong might be some kind of significant of European style. But it's also different because we are from Poland. If you know, Poland is the central part of Europe. We don't have any colonial history, colonial background in Poland, so we don't have that influence. So it's sometimes hard to say for us if it's a European, because the British style is different, Portuguese style is different, it's different countries. Like, we are more focused on our own country during the history, even from the Middle Ages till now. That's why. And that's why everything is quite interesting, because even for us, another European country are also different, and we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the British, from the Spain, from Portuguese. That's all. Okay,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Thank you. Hope you enjoy Hong Kong. Bye. 文武廟不單止係香港嘅古蹟遺存，更係濃縮了百年歲月沉澱嘅傳統文化瑰寶同埋城市精神地標。呢座歷經風雨嘅建築，不僅以飛檐斗拱、雕梁畫棟流傳住嶺南古蹟嘅精巧工藝，更承載住一代代香港華人嘅集體記憶、精神信仰如取世智慧。店入邊供奉嘅文昌帝如關聖帝，不單止寄託住古人對文運昌盛、忠義守節嘅追求，都見證了早期華人社群喺異鄉扎根、抱團取暖嘅奮鬥歷程。在當下快節奏嘅現代社會中，多元文化交融碰撞，文武廟嘅保護更加顯為得重要。這絕非單純對一棟古建築嘅修繕與流傳，而係對其背後深厚嘅文化價值的珍視與守護。它關乎住對傳統信仰體系嘅尊重，對華人群體開拓香港建設家園嘅歷史印記的流傳，更關乎住香港與中華文脈緊密相連嘅文化根脈嘅延續。保護文武廟就係守護一份睇得見、摸得到嘅文化鄉愁，讓後世能通過這棟建築讀懂香港嘅過去，理解本土文化嘅內核，進而在時代變遷中守護住呢一份文化自信同埋身份。最後嘅最後，我哋嚟一齊探討一個延伸問題：文武廟係香港多元嘅象徵，定係華人社群殖民背景下自治精神嘅載體？我會講呢個唔單止係2揀1嘅答案，因為佢既體現咗香港嘅多元文化，亦都有華人喺殖民時期自治嘅精神。一方面，殖民年代入邊，文武廟係華人拜神祈福嘅地方，同埋西方嘅殖民文化喺香港同時存在。佢嘅建築手藝係嶺南特色，又可以幫華人處理事務。中西文化喺文武廟碰撞融合，係香港多元化嘅證明。而另一方面，更加係華人社群喺殖民背景下自治精神嘅核心載體。開埠初期，華人有糾紛要辦事，都要文武廟以民間法庭嘅身份調解組織，成為華人喺陌生環境當中重建自我信心、堅守根脈嘅精神依託。雙重屬性互相融合，正係文武廟跨越8年仍然有深刻價值嘅關鍵。